罗马书第11章第1节到第2节，第29节到第36节，我就讲，上帝敢有气杀伊的百姓啊？断断毋是，因为我也是以色列人，出自亚伯拉罕的后裔，便雅悯的支派。上帝袂捌气杀伊所带成灾的百姓。也是恁毋知，圣经伫以利亚迄站所记载啊，伊有怎样对上帝佮以色列人讲？因为上帝的恩赐甲吊人拢无退火，是亲像恁前无顺服上帝，若是当对因的无顺服，恁得到怜悯；安尼因当无顺服，通对恁得到怜悯，互因也得到怜悯。因为上帝已经为万人伫无顺服的中间，调治要怜悯万人。深沉嘛，上帝的智慧甲见识会富有啊！伊的判断袂出多敌，伊的路途追求袂着。是啥人知主的心志？是啥人甲伊参议？是啥人大声互伊，至高互伊报答？因为万物拢出伫伊，我靠伊，归伫伊。愿伊荣光到代代，阿门。各位亲爱的兄弟姊妹，大家平安。伫你一个朋友中间，是毋是有犹太人？你有犹太人朋友无？检测人有，检测无。我有一回去参加一个原住民的朋友的喜宴，其中伊嘛有一个朋友是犹太人，所以阮被安排一做伙，我非常深刻的印象，就是伊伫即个咧食饭的时阵，伊的表现。原本这物件伊拢欢喜食。咱知影原住民有一道菜绝对爱有的，什么货？烤乳猪。原住民最爱食烤乳猪。所以迄个烤乳猪足大盘，盘出来了迄个犹太人的朋友。看到这，拢毋食，伊会伫咧囥诶，然后对迄时开始，到伫宴席结束，拢无食，拢无叮当，完全无叮当要叫伊食物件，伊拢无爱不过，伊坐到非常的端正，态度非常的恭敬，静静坐伫个所在，一直到伫宴席来结束。这是犹太人对着因摩西律法，特别是洁净礼，也是食物件的规定，因的一种尊重。咱在大多数犹太人，拢不只尊重家己的文化传统，尤其是摩西的律法。当耶稣遇到伊迄时代犹太人传上帝国的信息的时阵，迄个时阵，未少犹太人因为摩西的律法，所以因无接受耶稣就是基督，同时将伊交予罗马当局，最后。耶稣被钉死伫十字架顶。但犹太人是毋是因为拒绝耶稣基督，所以也互上帝所拒绝？回顾历史，咱来看，犹太人常常遭受侪侪迫害，甲着歧视，特别是侪侪基督教的国家有出现所谓反犹太人的主义，侪侪国家立因的法律来限制犹太人的权利。也强迫因住伫一个隔离区。西班牙伫1600年开始，15世纪到17世纪，因有一个叫做宗教裁判所。伫这个宗教裁判所内底，因常常定罪犹太人，将犹太人该赶出西班牙之外，也互因侪侪迫害。根据统计，15世纪到17世纪中间，犹太人伫西班牙拢总有11万人，互人赶出这个国家。但这毋是介悲惨的，咱知伫近代历史介悲惨的是二次大战，纳粹的德国希特勒认为讲犹太人是介垃圾、介卑贱的民族，所以伊屠杀犹太人，统计拢总有600万。咱徛去伫DC 这个所在。若还未去参观过 Holocaust Museum， 你应该去参观，通去知这伫人类历史中间一个种族屠杀的一个大故事。
他上帝是毋是真正有气杀犹太人？若无，是安怎伫犹太人的历史中间，这个称作是上帝的选民的民族，却常常遭遇非常悲惨的命运。针对这个问题，保罗伊安尼讲：上帝袂捌气杀伊所带生在的百姓。保罗甚至指出一项事，伊讲兄弟啊，我唔爱恁唔知这个奥妙，免得恁也家己最有智慧。就是以色列人中间有一寡人是硬心，总是听候外邦人满满进入，那迄个时，所有犹太人、以色列人拢要得到救。关于犹太人是毋是互上帝所气杀？保罗先生强调三个要点：第一，有一部分的犹太人因互上帝所气杀，但毋是所有的犹太人；第二，有一寡犹太人受气杀，总是有搁较侪外邦人受接纳进入到伫上帝国；第三，最后虽望这个时阵有一寡犹太人幽怨硬心，互上帝所气杀。总是将来所有的犹太人要纳入伫上帝的国度内面。这是保罗先生对伫伊所领会上帝的救恩，伊所讲关于犹太人要紧的代志。当然安尼，伫以色列人中间，要安怎去确定有一寡人真正得到拯救？保罗先生讲，这真简单。我用我本身保罗来做一个例。我本身就是犹太人，是希伯来人中间的希伯来人，是犹太人中间的犹太人。但我已经有得到上帝的拯救，毋但得到拯救，伊根据伊的经验，所以伫提摩太前书第1章15节到16节，伊安尼讲，有一句话通信，通交传来接纳，就是耶稣基督临到世间，是要拯救有罪人。伫罪人中间，我是第一派的。华文的圣经是翻了非常的精彩，讲在罪人当中，我是罪魁。台语是讲我是第一派的，总是我得到怜悯，是因为耶稣基督要伫我这个第一派的人显明伊一切的吞论，然后要做后来信靠伊得到永远我的人的一个模样。保罗毋但是家己本身得到上帝恩典，同时伊阁互上帝所拣选，成做外邦人的使徒。伊原本是非常严格来遵守犹太教所有这律法，通讲你是伊，会通讲伊原本是一个律法主义者，也因为伊坚持摩西律法，甚至伊就爱迫害当初时的基督徒。总是保罗拄着国外的主，伊得到拯救，然后伊成做犹太人也通得到拯救的一个范例。但一个人是毋是通得救，无在伫伊是毋是犹太人。是在伫伊是毋是对上帝的拯救有信心？所以遐无得到拯救的犹太人，因无得到拯救，是因为因本身离开上帝，因袂通将因无得救来归罪给上帝。1857年7月初7，英国的政府要伫水晶宫、水晶宫，这是足大的一个宫殿，伫遐要举行一场祈祷会。因邀请伫英国最出名的一个报道家叫做施布珍来迄个所在讲道。伫这个会前的前3日，施布珍伊就到伫这个会场伫这个所在来勘察地形来看迄个场地的情形。伊选择一个适当的所在，成做一个讲台，然后来将遐的声音、听的声音来确认是毋是非常好。所以伊用大声伫迄个所在来讲话。伫这个讲台设置了后，伊大声来读一句经文，就是咱拄则所读这段的经文《提摩太前书》第1章15节到16节。伊大声安尼讲：耶稣基督临到世间，是要救有罪人。其中我是第一派，总是我得到怜悯，是因为耶稣基督要伫我这个第一派的人来显明伊一切的吞论。当伊安尼大声咧读这段圣经的时阵，拄伫厝尾顶的所在，有一个水泥师傅伫遐咧做修理的工作，修理遮个厝顶的代志。伊听到施布珍的声音，甲伊所读这段经文，
伊大受感动。落尾，伊甲士本子讲：拄拄我听到即句话，我伫上帝面前真实的悔改。上帝的怜悯是上帝拯救的核心，是伊拯救的溃烂。但伊毋也是怜悯背逆的以色列人，伊共款怜悯外邦人。今仔日，你若愿意，上帝的怜悯也要临到着你。虽然有一寡以色列人是硬心，要阻挡上帝的计划，上帝也通将这个阻挡转化，成做实现伊拯救外邦人的一个机会。上帝拯救的计划对着人类来讲，咱无法度完全来了解，所以保罗将这个形容成做一个奥秘、奥秘。这个奥秘是上帝的智慧所成，也通过这个奥秘，咱通看起上帝是一个什么款的上帝？伊是一个怜悯人的上帝。上时上帝的拯救，毋也是限定伫特定的群体内底，是要包括所有的人，包括犹太人，包括外邦人，无受到种族，无受到国籍，无受到其他遮的认证所有遮的限制。但保罗先生明确指出，上帝无弃杀犹太人，因为上帝的恩赐甲伊的呼召是拢无有退货。圣经虽然有几个所在讲到上帝有后悔，上帝后悔做人。创世纪第6章第6节，因为当初时看起人的罪非常的大，上帝后悔做人。上帝嘛有后悔立扫罗来做王，因为扫罗落尾背叛伊。所以是圣经中间，咱未看出任何一个所在记载讲上帝对着伊施恩，还是呼召人伫这个所在来将伊取消。上帝将伊的恩赐甲呼召，互人是坚定不移，上时未通逆转。上帝呼召亚伯拉罕甲伊立约，承认亚伯拉罕的后裔成做伊的百姓。上帝对亚伯拉罕讲：你甲你的后裔，我要做你甲你的后裔的上帝。伫上帝救赎计划中间，上帝对真济这得罪伊、犯罪这百姓中间，竞选犹太民族，将因分别出来，然后伫这个所在要来用因成做一个拯救的工具。总是这个民族济届违背上帝，总是上帝有缘忠实伫伊对亚伯拉罕所立的约，继续保护因，继续看顾因。但呼召亚伯拉罕是上帝经过伊的计划中间所要成的一个工，所以上帝未后悔伊所做这个选择。总是上帝竞选亚伯拉罕，无代表亚伯拉罕所有的子孙也拢通得救，因为每一个人对上帝的计划有因家己个人的选择，甲因应该负起的一个态度。所以有一寡这个子孙因固执相信上帝。甚至背离上帝的道路，总是咱袂通因为一寡犹太人来背叛上帝，所以咱就讲上帝选调亚伯拉罕的竞选是错误。上帝竞选人是在伫伊的智慧，甲伊长久的一个计划，毋是在伫人的表现，也是人的行为。简单来讲，人的行为不足以来影响上帝的竞选。那上帝对亚伯拉罕讲：天的万族拢要因为你通得着福气。所以，伫真做亚伯拉罕后裔，有一个信仰上的一个责任，伊爱真做别人的祝福。兄弟姊妹，这非常的要紧。咱真做基督徒，毋是咱家己得着祝福，而是讲咱真做基督徒，介大一个祝福，就是你会通真做别人的祝福。亚伯拉罕后裔有这款的责任，要将上帝的祝福带到伫其他的民族。总是对历史来看，犹太人并无完成这个使命，因反倒看因的历史中间，特别咱看旧约所记载的这个故事，咱通知犹太人犹原不断的犯罪，甚至甲外邦人互相来做对敌。有一寡犹太人甚至自我夸口、自我骄傲，拒绝甲外邦人有任何的交往，袂通甲因和平来相处，产生济的隔离，也济的摩擦。因无向外邦人传扬上帝的疼甲救赎，互一寡外邦人也无法度通过因通得到祝福。总是人的软弱、人的错误，最后所受伤的是人家己，袂通来阻挡上帝的计划。
上帝计划盘过时间、空间甲人的有限性，上帝要完成伊家己救赎的目标。犹太人背离上帝道路，总是上帝有缘照伊的计划伫这个所在咧进行。伊将救恩通过耶稣基督临到伫所有的人类。拯救是上帝的主权，上帝的恩典。人的要完全，人的软者袂通限制上帝的权能。伊的听解的恩典超过咱的理解，总是无论咱有犯偌济的过失，只要咱真实欢喜悔改认罪，上帝有缘会通来接纳咱。当上帝会互伊的计划继续往前来进行，直到伊的旨意来完成。咱千万唔通掠做讲，咱有能力会通主动上帝的工作。伊的计划超过咱的理解，甲咱的能力之上。如果上帝若安排你伫某一个位置，你认为讲我会通无照这个意思来行，上帝会用其他的方法来完成伊的旨意。上帝若竞选你做长老，竞选你做执事，你讲我这个时阵无变，上帝竞选别人，袂因为你的缘故，上帝放弃伊家己本身的计划。所以，咱一个得救的人，做一个基督徒的人，就应该用感恩甲敬畏的心，珍惜上帝互你的恩赐甲呼召。咱负责任，咱行事为人，甲咱所得到的恩相配合，互咱会通成做别人的祝福，互咱会通成做荣耀上帝的一个器具。圣经内面记载一个故事，不叫意思，以斯帖。波斯帝国当初时打败这个巴比伦，所以将掠去到伫北平这个犹太人来统治因。但这个皇帝阿哈随鲁王，伊带以斯帖这个犹太人做伊的皇后。总是这个王的一个大臣叫做哈曼，伊有一个计谋，这个计谋要灭境，要将犹太人完全给屠灭。将这个以斯帖甲伊一路甲伊养起大汉。伊一个阿叔叫做莫迪盖，莫迪盖爱以斯帖做强事，你得爱去觐见皇帝，然后替犹太人求情，茫互这个屠杀咱的民族的代志来成。当时以斯帖甲莫迪盖讲：我若要见皇帝，就要皇帝吊我呢。伊若无吊我，我家己去见伊，伊若无欢喜，我得爱死呢。当这时，莫迪盖甲伊讲：但你唔通拍算。你伫王宫内面，你比正犹太人较会通脱离。这个时，你若点无讲话，犹太人会伫别个所在得着脱离因的灾害，会通得着拯救。总是你甲你的老爸的家会拄着灭亡。啥物人毋知？你这时阵会通得着这个位，是为着今仔日的时势。当你有这个机会，你无好好把握的时阵，那安尼。你会做会搁较重，勇敢的以斯帖冒着性命危险去觐见皇帝，最后也因为伊的智慧解救了犹太人，免得因灭境。兄弟姊妹，当上帝呼召你，唔通随便拒绝。事实上，上帝对着犹太人的拣选，是对着伊的人民，教着伊的恩典。伫旧约中，咱看见上帝拣选亚伯拉罕甲伊立约，因为伊的后裔要亲像天边的星。这个拣选毋是因为亚伯拉罕甲犹太人有特别的所在，是因为上帝的人民甲伊的疼惜。上帝纪念伊甲伫亚伯拉罕所立的约，也因为伊纪念亚伯拉罕甲亚伯拉罕所立的约，所以当犹太人伫埃及咧做奴隶的时阵，上帝呼召摩西对伊讲：“我是恁老爸的上帝。”是恁祖公的上帝，是亚伯拉罕的上帝，是以撒的上帝，是雅各的上帝。我的百姓伫埃及受苦，我是在看去，因为因督工的管辖所发出的哀声，我也已经听去。我来是要救因脱离埃及人的手。保罗先生指出，上帝伫救赎的计划中间建立伊的主权甲人民，伊会通拯救，是因为伊有人民。伊纪念亚伯拉罕的约，是因为人民。但上帝通过以色列人原本要成全这个拯救的计划，总是犹太人却来拒绝耶稣基督。
耶稣基督福音原本是先传予犹太人，总是当犹太人拒绝耶稣基督福音的时阵，福音就转往伫外邦人，或者外邦人也有机会听去、相信，也接受福音的呼召。虽然以色列人拒绝福音，但是这毋是讲上帝的计划失败，因为上帝袂捌拒绝伊所呼召的人。上帝会为着家己留下属于伊忠实的百姓。遐个得救的以色列人，是因为上帝的怜悯，毋是因为因的好所行。旧约中间有一先知，每一届讲到上帝的救赎，拢特别讲到伫上帝的怜悯，因为经文非常的多，无法度一一伫这个所在来例举。咱举其中较出名的3个。先知以赛亚书第54章第79第80安尼讲：我放离你，不过也久，总是要用大慈悲收你倒转。我发出受气，暂时对你安眠，总是要用永远的慈爱怜悯你。耶利米书第3章，耶利米书哀歌第3章20安尼讲：这是耶和华的慈爱，咱无抵到伫消灭，是因为伊的怜悯无抵到伫断绝。何西阿是所有咧描写上帝怜悯甲伊深刻的一个先知。伫何西阿书第2章19节，伊安尼讲：我要聘你以色列，永远归我做我的母，用公义、公平、慈爱、甲怜悯，带你来归伫我。事实上，上帝救赎早就予以色列百姓，毋但是要予以色列百姓，要予以色列百姓成做其他民族的祝福，伊也要予伊的怜悯甲救赎临到伫所有的人，伊要救赎所有一切相信伊的人。所以，伫旧约先知老早就有一款的预言，外邦人会因为信心，通得到拯救，成做上帝的百姓。一个人，无论是犹太人，无论是外邦人，伊是毋是得救，在伫伊是毋是用信心来接受上帝救赎。这个计划伫耶稣基督内面已经显明清楚，信来顺服，就是一个救赎的关键。通过耶稣基督，对着耶稣基督的信仰，甲着顺服。人就通伫上帝救赎的计划中间，通得到拯救。所以，虽望当初时大多数犹太人无相信耶稣基督，总是因为无信，未通废掉上帝的信息。因的硬心未通阻挡上帝的计划。上帝将伊的福音也传到伫外邦人中间。上帝恩典甲怜悯远远超过以色列人的无信。福音打这个时。已经传到伫普世每一个所在，互所有相信的人拢会通得到拯救。过去外邦人对犹太人来看，敢若甲基督无关联，甲上帝国无关联，总是现今通过耶稣基督，外邦人会通亲近上帝。所以保罗先生对所有外邦人信徒安尼讲：，恁会记住，那照恁前做肉体做外邦人的时阵，互遐个称做割礼的人讲恁是无受割礼。迄个时阵，恁无基督，以色列国甲恁无分，上帝济济应允也甲恁无干涉，恁敢若活伫无五梦中间，踮伫这世间，恁原本无捌上帝，恁平素也离上帝远远，总是打伫耶稣基督内面，通过伊的救赎，恁会通甲上帝相近我。兄弟姊妹，这是上帝的计划，伊要互外邦人有机会甲上帝和好。成做伊的百姓，上帝毋仅是怜悯以色列人，上帝原本就是怜悯外邦人。信心是咱得救的关键，这个关键是你抓掉上帝的怜悯。无论是犹太人还是外邦人，什么人相信上帝是一个怜悯的上帝，相信耶稣基督内面的救赎，什么人就会通得到这款的拯救。所以，当犹太人拒绝耶稣基督的时阵，基督福音转往伫外邦人，总是。这毋是因为犹太人无信，是因为上帝原本就有计划，要将福音、要将救赎传到伫所有的外邦人中间。原本上帝的预定要拯救所有相信的人。犹太人即时无信，只不过是互外邦人会通有信的一个机缘。总是福音原本就是为着所有人所备办。福音先传予犹太人。是因为要互这家己称作是上帝的选民，称作是外邦人的光的犹太人有机会会通去传福音予外邦人。总是当犹太人无法度担任这个职责的时阵，上帝悠然无放弃伊的计划，
伊选择原本迄个控制福音介激烈的这个保罗，互伊成做外邦人的使徒。伊通过伊的圣神差遣所有耶稣的学生，到伫普天来传福音，到伫地极。上帝的计划袂通互一个民族、一个无神的民族伫这个所在来担当。事实上，上帝对着全人类的人民，超过伫所有的民族、特定的民族甲团体下面。但咱通看去，因为上帝人民，所以上帝会通赢过人的不信。咱对整个救赎的历史来看，咱大先看到的是全人类犯罪离开上帝，然后上帝竞选亚伯拉罕甲伊的后裔。要互因成做外邦人的光，所以救恩心灵到伫犹太人，总是犹太人拒绝的时阵，救恩就转向外邦人。当外邦人得救的时阵，成做上帝百姓的时阵，因开始伫这个所在反头来看去，啊，咱失去正大一个救恩，所以因心内开始有这个丢达，然后因最后也要反省来归入上帝。马丁路德讲到这段历史，伊安尼讲。伊讲，以色列人这个时阵就敢若亲像啥物货？就敢若亲像一个混人人，因为家己的过失，互伊的先生伫这个所在甲伊离言，伊开始有一种的嫉妒，看伊的先生甲着外邦人遮尔好的时阵，开始有这款的嫉妒，所以伊会教着伊的丈夫来搁好。现主时的犹太人嘛共款，看见外邦人取替因的地位，因会感觉因受着气杀，所以家己忧伤。然后来追求甲上帝的国好。加尼门先生咧注解这段经文的时阵，伊安尼讲，这个敢若亲像啥物货？伊敢若亲像一个良善、阁有慈爱老爸。伊原本就为着伊的囝儿准备真好的产业，总是当这个老爸无论安怎劝诫，无论安怎命令，无论用什么款的经验、处罚的方法，拢无法度达到，互伊的囝会通顺服伫伊的时阵，伊将伊的囝眼前原本要互伊的产业，互别人。通过这个来激发这个囝的悔改，为着得到这个原本应该得到这个产业，来改变伊的态度。保罗先生安尼讲，上帝已经为万人伫无顺服的中间，调治要人民正人，这是非常深刻的一个神学的见解。伊要指出，每一个得救的人，原本拢伫无信的中间，原本拢有无顺服的经历，总是因为上帝人民因有缘会通得着救。上帝毋是随便将外邦人甲犹太人甲限伫围伫无信的中间，反倒当咱甲伊安尼讲，人捌无顺服伫上帝旨意，所以人被困伫无顺服的中间。当无信的人看见信的人得到救恩的时阵，因知影因的无顺服，互因失去搁较侪机会。因的无顺服是一个错误。上帝无愿意一个人永远限伫这种无信甲对落中间，所以伊愿意互人有机会悔改来归向伫伊。上帝人民会通互一个无信的人、无顺服的人得到拯救。实在是上帝人民，所以咱会通得到拯救。只有一位会通怜悯人的上帝，才会通互一个原本无信的人、无顺服的人，会通对上帝顶头归向伫伊。然后顺服来得到拯救，所以一个人得救，实在是因为上帝的怜悯。一个得救的人也知影伊是上帝的怜悯，所以伊知影，伊也恳求，伊也祈祷，愿上帝的怜悯临到伫正人，无论是犹太人，无论是外邦人，无论是犹太人，无论是外邦人，拢经验过试验，总是伫试验中间，因拢有失败，包括犹太人嘛失败，显示人的罪性实在是非常的重。犹原上帝无气杀人，犹原继续施恩伫人中间，拄拄因为安尼，显明上帝疼甲人民的本质。那保罗先生读到这，伊大声宣告讲：，既然信靠伊的人，无抵到伫见识。伊要强调两个要点：，除了上帝恩典甲人民以外，无有人会通过伊家己本身有啥物款的好点、优点，伊认为家己比别人更较好，会通得到上帝人民。第二，伊要强调，上帝照着恩典，会通随着伊家己的心意，将伊的人民赏赐任何一个人。换一句话讲，上帝有人民，上帝有人民的主权。伊要人民啥物人，就人民啥物人。咱介困难的，
伫咱做一个人，咱的自由，咱家己的自尊，甲会困难呢，就是咱真困难信任上帝的主权。虽然读到即句话，咱感觉无公平。上帝要怜悯啥物人就怜悯啥物人，咱会感觉无公平。总是这是上帝的主权。保罗先生伫这个所在要讲，若毋是上帝有这个主权，有这个拯救的主权、怜悯的主权，无一个人会通得到救。伊要怜悯啥物人，伊就照安尼来怜悯啥物人。怜悯是拯救介关键的所在，因为上帝的计划甲救赎无在伫其他的物件，是在伫上帝欢喜照着伊怜悯的心意来拯救人。但保罗先生伫这个所在，毋是咧主张讲，最后所有全世界人拢会通得到救。伊是要强调一点：啥物人有相信上帝的怜悯？啥物人相信上帝的怜悯来求告上帝的名？啥物人会通得到救？上帝的怜悯，人人会通得到，总是得救会通得到，就是通过你的信心。但对咱注意的是上帝的拯救的作为，甲着上帝的公义，并无互相来违背。上帝救恩的计划彰显上帝安怎拯救遐不义的罪人，同时也保持伊家己本身公义。所以耶稣基督伫十字架顶正做的挽回祭，是满足上帝的公义，互上帝会通称人做义，同时上帝通显明伊家己本身是义。耶稣基督恩典成全了律法，也超越了律法。通过十字架救恩，有公义、有怜悯的上帝，互所有背逆的以色列人，毋但是无法度阻挡伊拯救外邦人的计划，同时也因为外邦人的得救，到伫落尾激发以色列人最后的得救。所以回想整个这个保罗先生袂禁止对伊的心伫迄个所在讲一句话，伊讲钦定嘛，上帝的智慧甲着伊见识的富裕，上帝智慧甲知识非常的丰富。奥古斯丁将这个做一个清楚的一个注解，伊讲智慧甲知识非常的相关，总是有无共款的所在。智慧是关联是永远的物件，若是知识是关联咱现世的物件。上帝的智慧是指上帝伫万事万物中间，伫因发生进程，伫因发生之上，伫因发生中间，伊有清楚的了解，清楚的掌握。上帝用这款的智慧创造宇宙万物，指验历史的发展，向时来指导咱的生命。上帝的知识是指上帝伫万事的发生中间，知影因发生会发生啥款的代志，知影安怎伫这个所在来进行一切改变。一切实际发生的代志，拢伫上帝的掌管下面，包括现在、将来。当然，上帝嘛清清楚楚知影咱的心思意念。那上帝的智慧甲上帝的知识超过咱所有通理解的范畴之上，所以当咱讲到上帝的计划时阵，咱就爱禁止咱的嘴，唔通讲过头的话；咱就爱限制咱的想法，唔通过头来推测。咱就爱用谦卑的心来接纳上帝的计划，用信心来顺服伫伊的旨意。咱若愈有敬服伊，愈疼惜伊，愈爱慕上帝，咱就通愈了解上帝的智慧甲着知识。规本的箴言要甲咱讲这种的智慧，这种的智慧是关于上帝的智慧。所以箴言第9章第10节安尼讲：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始，明捌至圣者就是聪明。上帝判断是公义甲完美，其中有侪深层的意义甲神秘，超过咱所有通想象、所有通了解。所以保罗先生讲，伊的判断袂通测度的。那上帝作为甲伊治理世界的方法，包括伊安怎创造这个世界，安怎掌管历史，安怎安排伊的救赎，这个也超过咱有限的想象力。所以保罗先生讲，伊的路径咱找袂到。整体来讲，上帝拯救的计划，特别是上帝对待犹太人甲外邦人整体救赎的计划，是非常的奥秘。上帝伫耶稣基督来设立这个救赎的计划，是要来彰显伊丰富的智慧，甲着伊的知识。彼得前书讲，毋但是人毋知，连天使嘛毋知，所以天使嘛咧看，到底上帝安怎来完成伊这个大的计划。使徒保罗也安尼讲。伊家己知影上帝这计划，总是伊有缘知影讲事，讲上帝一寡奥秘，咱无法度了解。伊捌讲，我已经到第三层天，听见人的语言无法度讲上帝奥秘，总是有缘
我对着上帝抑阁济济无明的所在。恶秘的代志属伫耶和华，咱的上帝。那迄面的代志属伫咱的子孙。这段经文要提醒咱，上帝伫圣经中间对咱的启示，咱无适宜做过度的猜测，至到咱认为讲我已经了解上帝所有恶秘。什么人最后会当得到上帝的竞选？什么人失去这款的竞选？这是恶秘的代志。除了咱谦卑顺服伫上帝，阮捌未通知的旨意以外，咱就用迫切的祈祷来恳求上帝的怜悯。咱无应该做太济才会猜测，至到咱入了迷惑。事实上，咱也该看上帝和一寡济济恶秘存在，无做济济解说，伊是咧考验咱。考验咱是毋是伫伊面前会通放下咱认为介重要的理性，会通放下咱心内这种理性的偏执，是毋是咱有敬畏伊的心，甲谦卑的心，尊伊最大。理性非常的可贵，我是读铁仔的，理性非常的可贵，总是咱无应该互理性管过上帝，也无应该互理性脱离咱的人性。理性想要了解所有一切秘密的代志，总是若是有灵性的人，伊知影伫上帝的恶秘进前，伊爱谦卑。是啥物人知上帝的心志？是啥物人会通做伊的参与？无有人会通彻底了解上帝的心意，也无有人有资格讲上帝，我有你一寡计划，我有你一寡建议。任何人讲要我互上帝建议，关于救赎我有你一寡建议，这款人实在是伤过大胆，也伤过滥杀。是啥物人先互上帝，然后递交上帝讲报答你？万项事拢是对上帝来，万项物拢是上帝所赏赐，伊是创造一切的创造者。啥物物件毋是对伊来？当咱会通讲，我将这个物件互你，毋是，是咱已经有领受上帝这个恩典，咱用咱感恩的心，伫这个所在来回报上帝的恩典。万物拢出伫伊，拢倚靠伊，最后也要归伫伊。上帝是源头，上帝是供应，上帝是归属。一切对上帝来，一切倚靠上帝供应，教着伊的维护，最后一切也要归伫上帝。咱来了解这个，咱就对咱的心底谦卑来顺服伫上帝伊的主权，教着伊的计划。加尔文一直咧甲咱讲讲事，就爱尊重上帝的主权。你既然称伊是主，总是你无遵守，你无欢喜尊探伊的主权，那安尼你敢毋是违背你家己本身称呼伊是主？咱尊重上帝的主权，咱将一切恶乐甲感恩归伫伊。咱虽然无法度完全了解上帝恶秘，总是咱已经有教育，真实也充分上帝是一个疼惜咱的上帝。伊是咱的创造者，伊是咱的拯救者，伊嘛是咱的审判者。当咱明白这个时阵，咱就知咱的生命的目的是要学乐伊的荣耀，要享受伊的荣耀，也要彰显伊的荣耀。兄弟姊妹，上帝怜悯就是救赎你的亏难，超越任何限制之上。无论你是什么款的人，什么款的成分，你只要坚持知影这项事，上帝是一个怜悯人的上帝，你就通得到拯救。伫希伯来文中间，怜悯这个字，伊的字根叫做拉罕，这个字甲着老母的腹肚，字根是同款。这个字从老母的腹肚生囝的这个腹肚，甲着上帝对着人的怜悯牵连做伙。旧约的先知是通过老母的腹肚来了解什么是上帝的怜悯。所以以赛亚安尼宣告讲：妇人人他会袂记得伊食年的婴仔，无怜悯伊所生的囝。检菜有无袂记一个，检菜有真正有袂记一个，总是我的确无袂记得我家己的囝。上帝请做一个造物者，伊怜悯所有伊所创造的所有万物。上帝对着人特别有这种怜悯，伊就亲像老母怀孕的时阵，疼惜家己腹肚内面的生囝同款，疼惜咱。耶稣基督讲，对肉体生的是肉体，对神所生的人是神。上帝伫圣神内面形成一个亲像老母这款的腹肚的怜悯，要互任何一个罪人伫上帝怜悯中间会通得到顶头生。
在咱信仰的路程中间，咱会通亲身经验上帝怜悯，这是咱足大福气。上帝怜悯会通互咱做得着赦免，上帝怜悯会通互咱心内有真实的平安、有喜乐、有盼望。拄拄是这份的怜悯的体验，也会通互咱彼此相听，彼此互相包容，彼此互相用慈爱、互相来对待。拄拄是因为咱对上帝怜悯的计划这种的回应，所以咱也欢喜将这款的疼甲怜悯延伸到伫其他的人，互更较侪人会通得到救赎的福音。耶稣讲，怜悯人的有福气，因为因要得到怜悯。有一个少年人，伊名叫做陶德，伊到伫一个英国乡村内底去度假，拄到一对老夫妇甲伊招待，就甲迄位老夫妇伫遐开讲。伊讲哦，这个乡村内底有一个人足歹，歹人中间有较歹的，啥物人啊讲到耶稣，伊就要拍啥物人，所以伫遮足侪人毋敢讲耶稣。但这个人叫做狄先生，这狄先生伊是一个退伍军人，伊呛声所有人若伫我面前讲耶稣，我就要甲伊拍。伊还阁有一支枪，啥物人啊，阁属无要听我的话，阁讲耶稣，我就用枪甲伊弹。因为伊有伫教会诚歹的经验，伊讲这基督徒拢是假冒伪善的人，所以伊讨厌。因为讨厌基督徒来讨厌基督，无一个基督徒敢伫伊面前传福音，甚至毋敢对因门口行过去。当陶德听到这对夫妇安尼讲的时阵，伊有信心所感动。伊讲：我对着上帝恩典，上帝已经拯救我也要去这位狄先生来做见证。但迄对老夫妇甲伊讲：毋通，你千万莫去，伊真正足歹，真正足歹，你去你会危险。总是这个陶德伫信心的感动下面讲，我的确要去。伊就去到伊的厝，然后这个狄先生甲伊开门，也一支棍啊，讲少年的你要创啥？伊讲我敢会当甲你讲几句话？伊讲好啊，要来。要去了后，这个陶德就讲，我望你会通接受耶稣做你的救主。这个狄先生棍啊就举起来，非常歹甲伊讲，你大概新来的啦，你毋知吼，所以我即个原谅你。走，伫这个所在，无人会当讲耶稣，紧走，无我来甲你讲。总是陶德无离开，伊讲我要劝劝你，就相信耶稣。一路受气，就爬去你楼顶，将伊支枪甲举落来，然后非常歹，甲伊指伫头壳讲：你若去讲，我就开枪。陶德甲伊讲：我只不过是干那劝你来相信耶稣。你若真正要开枪，请你开。不过，你要开枪之前，请容忍我祈祷。伊跪地伫地面上，然后安尼祈祷讲：上帝啊，伫这个所在有一个人无认捌你，求你救伊。然后佫祈祷讲：上帝啊，伫这个所在有一个人无认捌你，求你怜悯伊，求你怜悯伊。伊伫个所在安尼祈祷。然后，伊突然间听到一个声，也跪落去。迄个狄先生也跪落去，吐一个大气。然后，这个狄先生也安尼祈祷讲：上帝啊，求你怜悯我。祈祷了后，狄先生将这个陶德给捡起来。伊讲：我前敢若听到福音，但是今仔日我亲目睭看到福音。陶德倒去了，甲迄对老夫妇讲：当我看到伊的时阵，我心内有惊呀，因为迄个面，所有的作文，每一个作文拢写一个字“恶霸”。就是当伊祈祷了后，我看见上帝光对伊面顶所有的作文发出光来，每一条作文拢写着一个字：怜悯，上帝的怜悯。后一个主日，这个狄先生到伫礼拜堂做礼拜，毋然是家己去做礼拜，伊佫带10个人去教会。上帝怜悯是救赎的开来。亲爱兄弟姊妹，只要咱常常恳求上帝怜悯，咱得到上帝怜悯，那呢，伫咱中间得有拯救的开来。咱得要常常为着咱也未得救的亲人朋友，恳求上帝怜悯伊。
毋是恳求上帝互伊好业好过，毋是，你着恳求上帝怜悯伊。只有上帝怜悯的时阵，咱会通看起拯救，咱会通大声宣告上帝怜悯临到，因为上帝家己本身安尼宣告，伊讲耶和华耶和华是有怜悯有恩典的上帝，无快受气，有丰盛的慈爱甲诚实，为着千万人留慈爱，赦免罪过、过失甲罪恶。伊决断无掠有罪的做无罪，伊也无归咎因的罪，要对爸到囝到孙到三四代。咱若无认罪，早晚咱拢互公义的上帝对讨咱的罪。上帝若是公义，伊会对讨咱的罪。总是咱若恳求伊的怜悯，伊的确怜悯咱。咱会通大声宣告上帝是一个怜悯的上帝。因为耶稣基督已经伫十字架顶完成伊的救恩，同时彰显咱所信的这位上帝是一位真正有疼甲怜悯的上帝。若毋是有这位疼甲怜悯的上帝，你根本就无需要相信伊，你嘛无几个人去相信伊，你嘛无可能去相信伊。只有上帝疼甲怜悯，会通互你经验到真实的救赎。先知以赛亚咧讲，着趁耶和华通找时，通敲找时阵来找伊，伊通三军的时阵通求叫伊。歹人就离开伊的路，不义的人就改换伊的念头来归向耶和华，伊就要怜悯伊，归向咱的上帝，因为伊要赦免。亲爱兄弟姊妹，上帝怜悯你，你知无？你有经验到上帝怜悯伫你的生命中间所产生救赎的快乐，甲改变的快乐无？咱为咱的教会祈祷，恳求上帝怜悯。临到伫咱的教会，请咱同心来祈祷。怜悯人的上帝，求你怜悯阮。怜悯阮中间也未认捌你，也未得救的人；怜悯阮中间硬心的人；怜悯阮中间阮的亲人朋友也未得救的人。你的怜悯是阮真正得到救赎的快乐。你的怜悯是阮的生命会通得到改变的快乐，求你欢喜赐下你的怜悯予阮。你的怜悯嘛是阮的病痛会通得到医治的快乐。来到你面前，阮要恳求你怜悯阮，赐下你的怜悯予阮的教会，赐下你的怜悯予阮，赐下你的怜悯予阮也未得救的亲人朋友。奉耶稣的名祈祷，阿门。主耶和华，将我们的爱怜悯，我爱你，你是我爱你，等我弯头，归你随节无地靠，清早快乐的领导，你最的最好，到永远弯弯。世间大罪，我仰望你成就，你做的最好，听我的恳求，予我灵魂就去承受主拯救。主耶和华，将我恩典加怜悯，我爱你，你是我爱你。等我弯头，归你随节无地高，清早快乐的领高，你最的最好，到永远弯弯，虽然因大罪，我仰望你成就，你最的最好，听我的恳求。承受主拯救，你最的最好，到永远弯弯。虽然因大罪，我仰望你成就，你最的最好，听我的
小组情